你信唔信？其實間屋有冇嘢唔使揾師傅睇，你自己就可以試到。我教你一個最簡單嘅方法，你夜晚返到屋企關晒燈，靜靜地坐喺客廳中間，然後點一支香，唔使望其他嘢，淨係望住啲煙。如果你發現啲煙係咁左右搖擺，或者一嚿嚿散開，甚至升到一半就斷開，咁你就要留意啦，代表呢間屋嘅能量係塞住嘅，好似一條河堆滿咗垃圾，水流唔到，空氣唔識流動。人住喺入面，自然會覺得周身唔聚財，個人好攰但瞓唔着，成日無端端心煩。邊種屋最易咁？一種係丟空咗好耐冇人氣嘅舊屋，另一種係啱啱搬入去乜都未穩定嘅新屋。咁點算？唔使大灑淨，唔使搬屋，你連續7日，每日喺廳同一位置點一支沉香，頭3日你會見到啲煙仲係好亂，甚至比之前更亂，唔使驚，嗰係佢喺度將啲塞住嘅嘢推出嚟。第4日開始，你會發現啲煙開始順反，慢慢識得直線上升。到第7日，如果啲煙可以一柱上天，頭唔散尾唔斷，恭喜你，間屋乾淨。我呢款沉香杜沉香就係專為呢個用途整。佢唔會好似普通香咁攻鼻，點完反而頭痛。佢係純植物嘅，老人家細路都用得。你拎2盒返去，連點14日，當做俾間屋做一次大清潔。14日之後你瞓一覺就會知道分別。間屋乾唔乾淨，啲煙會話你知，你試唔試？